大洋洲新来台湾基友会分别来自澳洲、雪梨、墨尔本加坎培拉等城市的华侨，上午包着一台游览车，一路由北到南，来到安南区的中州寮保安宫，为总统甲立委候选人来加油。10点左右，有着市长黄伟哲陪同立委候选人陈廷辉的车队一到，一行人嘛做伙进入庙内。向着主事的保生大帝祈求选举顺利。同向敬拜，祈求咱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清的萧美琴登记第2号总统候选人会当顺利高票当选。陈廷辉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第2号会当顺利高票连任。民进党政党票登记第6号会当顺利过半，而且向保生大帝开立为新尊行上香礼，一上香，再上香，3上香，来1香。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尤其今天来这么多，我们在澳洲大洋洲的台侨，我们的台湾同乡一起来为廷飞，来为民进党不分区，来为赖总统加油。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有很大的成效，尤其很多台南乡亲，大家知道，台南乡亲散布在台湾各地，也在这个世界各地，所以我相信一定能够有很大的成效。那象征着海内外一条心，一起来为赖总统以及陈廷飞委员一起来加油。113投226就对了。就感谢然后我们大洋洲我们的后援会，然后他们整个回来要来投票。除了投票，最重要是给我们所有候选人加油，因为他们在这个海外，他们感受到说一个国家的重要，而且台湾真的已经走遍了每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民进党的执政，让我们能够在各地把台湾这样的名号发光发热，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没有办法再改变我们任何的所谓的一个执政的一个状况，所以唯有就是赖清德持续接棒，才能把这个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能量继续发挥。所以我相信海外的所有好朋友，尤其这一次大洋洲有团长我们雪凤姐一起带着我们所有的团员一起回来，这代表的就是我们要为这个1月13号礼拜6的这个事情关键的选举一定要冲到底，我们一定要催出所有最多的选票。大洋洲新来台湾基友会一行人大约30-40位，伫个会长陈雪凤的带领，要伫个台湾停留10天，因一路由北到南。预计11号要伫个凯达格兰大道来会集，会后伊嘛甲市长黄伟哲以及立委候选人陈廷辉做伙来翕相。预祝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立委候选人陈廷辉高票当选，国会民进党会用个过半。陈廷飞当选，陈廷飞当选，陈廷飞，陈廷飞，陈廷飞当选，当选，当选。赖清德当选，赖清德当选，赖清德当选，赖清德，赖清德，赖清德当选，当选，当选。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